是幻想，我知道这是。午餐，今天是吃米饭的菜，这个是豆腐锅。耶，午餐，吃了过后，等下我要去读书了。耶，我刚才已经吃完了那个披萨，但是我的披萨我没有拍。就是我刚才已经吃完了的披萨，但是我没有拍，因为我的相机的问题。它很便宜，然后现在还有几日就要过圣诞节啦。下雨了，你看全部都是水，这边水到处都是水，这边也是水。你看，晚餐，一个是小白菜，然后这个就是菜，还有饭，还有一个鱼还没有煮，等一下可以拿来吃。这是晚餐，那是午餐。也开动啊！好了，要放啦。香啊！